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基本的福喜类类嘅节目。今日俩是咧小嘅，哇，当有意思嘅讲艺评本大家咧认识。咁过去大家系讲艺评听听吼，你嘅创办意思，你嘅欣赏去做了啲讲艺评嘅世界，其实咧要当到宽博嘅概念度地图，其实非常嘅有意思。嘅了朋友你今日里边其实你嘅宽模站嘅创办人刘心友欣赏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承佑，很高兴来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羊毛毡。耶，欢迎柚子老师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都称你柚子老师。没错。对，然后我们的柚子老师是偷染偷研给客家人，可以这样说。对。然后在家里应该很少听到客家话，对不对？因为是阿公他们讲。对。那你一般听到都是什么时候？祭祖。对，没错。真的吗？真的没错。就是扫墓回去的时候，他们祭祖是用客家话祭祖。对，司仪在讲的时候就是用客家话。对。所以应该也没有想到今天可以用这个客家身份来上节目。对，应该觉得很开心吼。你看问这个问题，其实也是白问，一定要说很开心，怎么一听到一个都半题。不过今天我们很开心，走在绕墙头欣赏的都两片，因为今天老台高的小改的，我们翻译讲羊毛毡，对不对？绒毛毡，其实老实说，我讲真心话，羊毛毡这个名词。这个工艺品什么，其实并不陌生。可是大家只觉得给动疗愈、动等一下，并没有真的去了解这个手工艺品，只会觉得好可爱哦。比如讲，像今天这个就是老师做的羊毛毡，对不对？你看它就是一只北极熊，然后你看它好可爱，小小的，然后好生动哦。所以这个就是你一针一针，我们说一针一针扎出来的，好羊毛毡也是粘出来的这样子哦，所以今日老台高的小改动豆琼嘿安用改工艺品，我们先其实我看完脚本之后觉得哇，老师在做这个工艺品，因为动点但是走工艺品听听，它有它非常深的我说理念信念在里面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好好来聊一下。不过我们先讲一下，到底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工艺品？我们这样算是就是知识补充，我们跟大家知识补充一下。对。那其实羊毛毡呢，它已经是一个算是有8000多年历史的手工艺了。8000多年，对，不是现在才有的。是。对，那它可以制作很多东西，但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制作的方法其实蛮简单的。对，但是它却可以做的东西包含绘画、雕塑，还可以用很多生活的包袋啊，像我们的围巾、鞋子，它都可以透过这一个工法去做出来。好，所以其实它的原料是羊毛，对，纯羊毛。可是羊毛我们听起来很高级耶。一般来说，羊毛就是哇，你这毛衣是羊毛的，我们就觉得好像动够给这样子。所以它其实是用羊毛，对，然后就像现在桌子上看到的，对，这个，那就是这种东西是吗？对，原料，没有错。然后就像老师说的，其实它的工具不会太困难。对，它就是用你现在我们桌上可以看到老师带的这个针。对，这个是针毡。像针毡在做的时候，就需要说针跟羊毛，然后顶多在一个工作点，然后就可以搓。它就是一直搓。对，搓出你要的形状，是吧？所以其实难是难在创作跟形状。也可以这么说。对 ，OK。所以我们刚刚介绍的这就属于是针毡。针毡。那它还有另外一种针毡，就是用针去搓出来的，从毛。对，然后线上用拱斗哦，它可以完成的作品非常多，什么都可以做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细细来介绍，不过我先带大家简单浏览一下，对不对？像老师旁边非常多的就是像围巾、帽子，还有是鞋子，这个一整个系列蓝色的好漂亮。像这个就是老师刚刚说，它可以有好多作品。那当然还有我们桌前面这边有很多像是画，对不对？小钱包、装饰品这些等等的这些小东西，那大的东西的话，当然台大美洲在款斗，像这边后面的是一个很大的北极熊。对，你看它竟然可以长成这个样子。对，它一样是一针一针扎出来。所以这么大只。你是一针一针这样子刺出来的，针出来的，对，好，所以是 Hilo 用情报来讲，就是这个就是羊毛毡，哈，那羊毛毡就像老师讲，它可以有非常多的发挥，很实用的作品。那老师刚刚讲针毡，对不对？听说还有一个湿毡的技法，湿毡的又更少工具了，哦，更少工具，更少。你刚刚用的已经很少了，就一支针。所以湿毡只需要羊毛跟水还有手，没有了。只是单纯是真的吗？
真的。所以因为湿沾就是跟水有关，对吗？要湿的，对，所以要把原料弄湿，是，然后用手去形塑，去搓，对，没错，搓。一样可以去洗，像我们把它铺成我们想要的形状，然后呢，再把它撒上肥皂水。肥皂水。对，然后因为这个纯天然的羊毛，它表面是有鳞片的，对，然后碰到水之后，它鳞片会舒张开来。那这时候我们去给它搓揉，那它就会开始纠结打结。那大家应该都有听过，就是羊毛衣会缩水。对，所以送洗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你要买一个很高级的羊毛衣，莫起嘎不它乱，一缩完之后，来，L 号缩完之后变 S 号，会这样子。对。我们羊毛毡反而就是运用它会缩水的原理，让它去纠结缩小，变扎实之后，变成我们要的样子。所以一般像我曾经看过羊毛杯垫，湿沾的那个就是对不对？是，对，因为我就觉得它很扎实，硬硬的，摸起来很有，就是那个触感是毛的触感。对 ，OK， 它可以很扎实，甚至你要再分开，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再透过我们这样拉开，除非剪刀。对，哇哦，所以它真的是可以很耐用，对，哇哦。哇，这个真的，其实说起来，这个工艺其实很多的学问在里面，好，对不对？不过台大基本一口头，你改柚子老师会觉得，哇，柚子老师看起来不太像是会做羊毛毡的人。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怎么会开始接触羊毛毡，然后现在做这么多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缘起就是因为我的好朋友，那他那时候我去他家玩，他就跟我分享了这个手工艺。那当时他就有送我一根针，然后我记得我当天晚上我就特别去书局，就是找了很多，因为我的个性本来就是那种很喜欢自己尝试，然后就买了很多的材料、颜色，然后就自己搓，我就发现说，我虽然没有特别可能在过去去接触这一类，但我突然发现，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，而且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是，它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，那个平静是从来没有过这么的安稳。然后会觉得很舒服，而且在里面我开始去有一点自我在对话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很吸引我。对，所以才一路就一直就栽进了这个羊毛毡。懂，我是真的很想问老师说，看起来老师应该也是有一些蛮自我探索黑猫，就是蛮辛苦的过程。为什么？因为通常你在那样空间，你好像真空了，因为你感觉上是抽离了，所以外界不太能够打扰你，你就很专注在这个一针一针一直搓。但当你很专注的时候，很真空的状态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好像脱离你身边那些纷纷扰扰。所以如果你很享受，我们说动享受，安用改吸电到控电，你就会愿意在这里面。对，好，我自己从老师改傅英雄自己感觉到的，所以就决定要一直处于很真空的状态，然后因为这是一个很自我对话跟探索的过程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也就后来延伸到这么多的作品，对不对？对。田中动多改作品，因为一张作品挺走的少改，它叫做海树天堂，好特别，看起来就是它吧。它是这一个海树天堂一系列的作品当中的其中一个主角。对，老师可以好好分享一下为什么，对不对？一定是有很多故事在里面。对，那关于这个故事，我必须得说，关于会有海树天堂这个作品，是因为因为北极熊。我记得那一年我看到一个报道，那报道就是有谈到，就是在挪威摄影师，他有拍摄到北极熊，他在玩塑胶袋，他就2只小孩子，就他们吗？对，就是他们。然后他们在一直在玩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，那个画面对我很冲击。是。那一开始我没有发现，我是大概回去就譬如说我们晚上就睡觉起来，醒来的时候我就会有那个画面。然后我不时就开始思考说，我们都很在意我们生活，尤其是孩子们的用品有没有 SGS 的检验合格，有没有安全，它的材质有没有就是化学的，我们都一直想要用天然的。对。然后就后来发现说，我们的垃圾就飘到了这些大自然，然后变成他们的玩具，甚至是食物。那这实在是让我当时就是很冲击。所以我就等于是一直醒来的时候有那个画面，就促使我开始去创作了这一组作品。对，所以开始创作的时候才发现说，
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思考到说，眼前我们看到的塑胶杯或保特瓶，它掉到海里面，其实它伤害到动物是同一件事情。我们会觉得是两件事。但其实我们在吸管喝在嘴巴、手上拿的时候，其实它就等同是另外一件，就是它掉到海洋里面的时候，伤害到动物，它的时序不同。对，但是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。听懂。而在这个作品里面，我在做的时候，我就感受到这件事情，所以我把它做成两面。一面它是熊的形状，那其实它另外一面就是保特瓶。对，因为那个保特瓶的那个可乐的形状，它刚好就是那个熊的那个屁股的那个臀形。是。然后就看到的时候就觉得，那这个就是让我觉得我们在使用的时候，其实如果就可以想到它落到大自然里面的时候。那其实我们就知道说，其实环保不是一个口号，也不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对，它是生活的。对，所以其实你在享受理片的世界，其实咪系对，你个台词咱大家人为总个送回吼，了解线上的力量，还有乜个故事，你先聊下，等下再来讲。东方宇宙的绕墙斗，流行语线上这个节目第一读了小改几改公益改作品吼，你讲容貌战对不对哈？这个羊毛毡，其实对线上改分享来讲，你做的糖豆线上几改伊讲改故事，其实代讲系你现场做的看到改，你讲公益品哦，好可爱哦，动电音箱，你看他们有在北极熊，其实对线上来讲很重要的事情是，它其实借由这个工艺品里面，其实埋入了非常多非常多改宽博改理念在里面。那老师刚刚是很认真的在讲说，像现场看到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系列，感觉像是一个北极熊身上穿着塑胶袋，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我觉得人类顺在这个地上哈，我觉得我们真的。我们的破坏力很强，没错。我的意思是，人类的破坏力很强。那我们今天分享这点简单的，也真的就只是我们能够尽了一点点的一个小的一个心力啦。哦，嘿，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。所以立功的北极熊，也许大家还是觉得距离我们好远哦。我们在台湾没有感觉，不管现在讲到温室效应也好，或者是你知道这个带来的灾害啊，或者什么，其实这个整个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哈。所以线上拱都提到它的理念。放这个北极熊啊，我看到是觉得很疗愈，很想摸摸它，说哎呀，想要摸摸你呀，你好吗？这样子。那事实上你就会发现，有时候肚子打开，里面全部都是塑胶袋。好，其实不一定是北极熊，即便是在台湾的西海岸，好有非常多的这个鲸豚，有台嘎地毛的西海岸的鲸豚，哈，他们其实好辛苦哦。有时候你知道他们生病了，你如果想要救治他们，这个胃里面全部都是塑胶袋。那老师说，我们去海边做净滩，我们能净多少？对，我们近1年可能不及大家半天丢弃的物件，好，所以这个废松改复产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得努力，好，所以线上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，是结合环境议题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好，对，所以我开始去做这个工作室，坦白来说，真的是先从刚刚我们有聊到的，它很静心，很疗愈，所以我完全投入之后，我觉得这东西太好了，应该要推广给大家。但我那时候想说，单只有这样子，我自己觉得自己的身上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使命在，因为我过去啊，刚好就是在前一份工作做的也是环境教育，然后我的所学是环境工程。那在这一路上里面，我就发现说，我对这个环境有一个很深的执着吧。就会一直不停在生活当中，会想要，即使是做一份工作，我希望它是可以对社会这个环境是加分的，有影响力的。对，希望是一个，就是我们都知道生命可能很短暂，但是会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让自己的存在可以带给这社会是一个有一点点的那种加分的感觉。懂，我觉得这种感觉比较像是，在这个社会做这个工作，除了工作本身之外，希望这个也为这个社会带来一点影响力。因为你刚一直说你对宽敏感议题其实是很有负担的，所以你觉得你好像有这份责任，然后你也非常的在意。那看起来是一个疗愈的小品，可这里面可以传递的讯息很大。
好，而且老师有开动构改口腔，哈，其实带起来容易，还有作品会少改，所以老师你会去净滩捡废料，是不是？捡垃圾，我们这样讲好了。讲捡垃圾应该是说。刚好在日常，因为我们就是因为刚刚讲的会比较关怀环境，那我们就会比较去参加一些相关的活动，那我们就有机会去踏到这个第一线的时候，那在跟这一些废弃物去接触的时候，像我们净滩一定会手会摸到废弃物，其实有时候一摸下去，我不晓得，有时候会有一感触，甚至会有一种画面，然后你会感觉到一种好像。这一个塑胶好像曾经就是伤害了某一只动物，它在挣扎的过程，那个是我自己在创作跟在这一个过程，就是它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跟灵感。对，那我也是在那些过程当中，慢慢的再去思考说，我们用羊毛毡可以去把这一些的故事带给大家。所以。让更多人知道，所以才会回到说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工作室，就是把这一些故事再用羊毛把它传递下去。懂，有一种人是直接用所谓的海废来做出一个可以食用的东西，例如手提袋或什么。没错。好，这个概念是说，我运用了废料再利用。这个是一个小力量，但却也是大力量。那老师的概念是我去接触的这个时候，我放到我的工艺作品里面，那我传递的是一个理念。对。批论工，这个我这边就是一个老师捡到的很多。好，用轻片，我们可以看出来嘛？你看这边有一个，这个是一个小的金鱼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对哈，所以台大口音哈，这个金鱼，你看顺着改修哦，这个是你看它的那个鳍，你看这个是还这么的灵活。可是我跟你讲，秘密不是这个鳍，秘密是这里，这个摸起来好粗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它是它的肚子，所以手是可以伸进去，所以它伸进去之后，其实哇。这个是硬生生在它这个胃里面的塑胶袋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你讲 U 级楼的，那这也是信上在海边捡的，没错。对，好，所以你看，这看起来是一个作品，可是其实传递的事情是，你看在海洋的这个鲸鱼，它的肚子里面充斥的是人类制造的一个垃圾，可能像是塑胶袋，其实这是一个吸管，什么？对。好，那你看我这个手摸起来真的好粗哦，所以这个是一些渔网。对，然后这个好像是那个什么包苹果的那个，对，生活垃圾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真的很知道这个是什么，对，这个就是你大白你卖水狗卖狗子也是些爆斗该嘛改令狗啊，拔蜡外面的那个塑胶，没错，那个保护的像保丽龙的那种东西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我们到底是要选择令狗读和口斗，然后选择用这个嘞？我们现在应该要选择令狗读和口斗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千古不化，你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家一定认识，这个台湾的名产呐，对不对？塑胶袋 U 级楼就是这样子哈，这都在海边会看到。可是我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哇，其实羊毛毡的优点就它不会很重。你看饭狗了一狗嘿，哇，这个是鱼的尾巴，它其实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工艺品，对。但是你认真要改水体了，摸起来好粗哦，我的妈，冻醋，然后这都是渔网，老师这是渔网吗？那个也是生活当中会装那个像，我知道，对，就是那个水槽，是不是像水槽也是会用那一种，它比较稀一点，那这种是有时候你在外面看到卖一些。5金还是就是有一些它可以提的那个网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其实绕台高的复印就两张作品看起来是一个羊毛毡的作品，其实这是老师这个题目是什么？宿醉嘛？塑是塑胶的塑，是 U 级楼 U 级楼，所以宿醉。所以你看一个这样的作品里面，老师在海边刚刚捡到这么多的这些海废，所以。完成的这个东西，是听起来是一个心酸的故事，是，而且它是真实的故事，它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这一个海洋里面，那就是有一个鲸鱼妈妈带着她的孩子，那一直就是到时候有研究发现说，为什么这个孩子他好像就没有生命迹象了？然后后来就知道说。他是可能被这个所谓毒奶水，就是因为他妈妈吃到含有垃圾的废弃物，所以有毒，所以他的奶水就有他哺乳，对，所以孩子喝了妈妈的就是乳汁，然后反而死亡。
对，而且最让我触动我的就是这个妈妈，她含着她这样子含着她孩子好多天，她都不愿意放开，可以感受她的那个悲伤，更可以让我们生而为人去同理她，因为她的神经是很发达的，金鱼它是有非常就是复杂的神经网络，她的悲伤更是我们可以去同理她。对。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其实很多，例如说，我们这个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2023年，我们推行那个减塑活动，有没有？就是台港以脉动系改世界黑工塑胶袋，黑工没有，他不提供。如果你他就1块钱，但爱在熊黑工，你俩还可以卖出来，然后还可以便利商店卖东西。他如果说那个塑胶袋，就你忘记带一个100块，我看大家会带吗？一定大家都带。老师，你懂我的意思，就是1块钱，他说还好啦，还是 Q。每个人没有带袋子是吗？100块，他说哇，每天都背环保袋。不要小看这个力量。黑工一起都穿头西装，一卖东西，那个穿头西装拉那个塑胶袋，哇，跟拉那个卫生纸一样，抽取式卫生纸一直刷很多哈。但我现在讲这只是冰山一角，搅哈，就是到台高的复印熊，其实线上跳过安勇改容模站的。穿安勇改宽博改力量，所以线上有很多的课程规划，对不对？现在跟这些环保有关，教育环境有关。对，就是会有跟我们有野湾公益是吗？对，野湾公益。那野湾只是一部分，因为我们每年都会跟不同的 NGO 团体，主要是跟议题性，我们这些议题都是紧扣着像全球暖化跟这海洋的废弃物的这些议题。那我们都希望说，大家在玩手作的时候，不只是玩手作。对。我们透过这些课程，我们会让里面带着大家，就是有一点点的知识性，然后去认识这一个议题背后，它可能有什么故事，对，这些动物遇到了什么困难，对，那等于是我们做手作就不只有这样玩的开心而已，而且我们做完的东西回家你看到，它就像是一个提醒的小物品一样，没错。你看到那个就知道减速这类似的概念，其实就是我们要跟大自然共存，怎么样变成一个善的一个循环，安勇改港高吼，哇！所以俩是线上俩下其实佢哋规划出来改安勇改让环境有关改议题吼，其实唔带抢安勇营线上还有动动改故事，早啲到大家都复印你等下张专来讲。东方宇宙的绕墙斗，柚子老师呢都节目地读到台高的小改修共议容谋战，可是我们花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讨论环保议题，讨论呢好像觉得很忧国忧民，有没有？对不对哈？不过呢，其实还有动动改题目走对到线上的大嘴鼓，可是我想要特别先介绍一件事情，就是老师你有一个参展的。最近有一个展览的活动叫《星宇的秘密》，对不对？这是今年年初的时候，那就是刚好策展单位有邀请，那时候就有去做了跟疗愈主题有关的，所以当时真的很忙碌，然后就在思考说，行程这么满还要接吗？但因为他那时候提到的他的主题是疗愈之境，那我觉得我一开始在做羊毛毡，就是因为他的疗愈。我突然觉得在百忙之中，我一定要抽出时间去做这一个议题，所以我就做了关于我小时候觉得最疗愈的事情，就是仰望星空。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仰望星空，没有跟这个环境去互动了。有时候我们把议题可能讲得很远，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它是有更近的一些跟自己的关系。所以在那一个主题里面，我反而就是去做了很多的星球，希望大家可以再去多的去感受自己跟环境之间的关系，而且是这一种透过一看到这个星球跟那个色彩，它就是很疗愈的。然后那时候我还把它结合到音疗里面，然后去结合一些频率，然后让大家透过听那个频率跟看那个色彩，去达到一个疗愈的效果。所以里面有很多星球。对，全部都是用羊毛毡去做的。哇哦，对，很多吗？有多少个不一样的星球？我那时候做了大概10几个吧。那因为那时候记得最大的，那时候我们都有挑战到，其实一个直径大概都有80公分的那个一颗星球。一个星球80公分，对，85种。所以它会有地球。
对？然后有其他的星球这样子。对，没错。哇，好特别哦！了解性老师后来有的一个展览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过你节目很多两篇哦，你都复习，你听说我们老师我们有个单元叫入味夹夹讲。哦，对，老师你知道这个单元吗？还真不知道。那你知道我们会问你很多问题，不一定跟羊毛毡有关，而且它不能让你想很久，你就是问完之后要很快回答。一般来讲，我们的老一辈以为有一些紧张，可其实不用紧张，对，因为这些题目都很普通，只是想说了解一下上些你老一辈某种感面相，所以老师要不要来挑战一下？好，其实你没得选啦，你不要挑战。好，来问一下。哇，那个我们现场很多颜色，老师你觉得自己最像什么颜色？白色。哇，很快，毫不犹豫，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到白色的感觉。那或许人家会说它就是没色彩，但是我觉得没有色彩就是一个色彩。我喜欢它给我的感受，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所以你喜欢白色？没错。那你最讨厌什么颜色？其实没有，应该没有哈。对，你看我这问题不好。好，再来，最挑食的就是食物，意思就是你最不吃的东西。还真的没有你不挑食？我真的是没有，算不太挑食的。哈哈。对，老师现在是吃素，对不对？就环保素。对，走进这一个领域里面，我觉得要落实。懂。那最好的落实方法其实就是把肉减低降低。那你还在吃肉的时候，你也不挑食？其实应该算是对我的香菜吃不吃？吃，你可以想一下，我基本上都吃。那，好像没有什么对。经常听到就是胡萝卜嘛、茄子啊那一些。茄子吃不吃？吃。苦瓜吃不吃？吃。肥肉吃不吃？那是肉了，我就没有吃荤食之前。以前是有吃。那我再问一个，猪尾巴吃不吃？我没有特别去吃，但是如果你没想到我会问出猪尾巴吗？猪尾巴是不是吃？是没有特别去拒绝过，但是对，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大家不会想到把洗猪牛抬高摸想头猪尾巴吧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有人说，现在没有吃，但有人说猪尾巴 CP 值很低，因为你里面骨头很多。好，对，好，再问一下老师，你说一个自己的怪癖。你可以说没有，没关系。好像没有啊。哇，没有。哇哦，好特别。好了，那你最喜欢哪个星球？木星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木星最容易看得到。除了它看得到，我觉得我从小我就很喜欢木星。真的吗？它看到它会有。木星是我们用简单的望远镜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的星球。对，是。那因为我后来也有去接触一些跟这些行星有关的。对。那我小时候又喜欢天文，我觉得我很喜欢看到木星的感觉。它好像会给我一种勇气。哎呦。对。它是不是有？我不能讲太多，我会自不其短。它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大红斑还是？有。好险我讲对。对。所以在那个作品上面就把它去做那个。对，大红斑，那它特色。还是不能乱问问题，有时候自己没有办法接。如果你现在可以重新学习很多东西，你最想重新学习的科目是什么？最想学习重新的科目？没关系，你可以回答物理之类的。我最近一直持续在学习，所以我觉得有兴趣我就会一直在学习。OK， 对，这很好答案。最后一题，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，你最想的担心嘛改事情，最想完成什么事情？这个好像有点难，对不对？那我可以提供你一个答案。对，因为我最近有看到一出统法叫《僵尸100》，就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要被僵尸吃掉的话，他最想完成的事情就是打扫家里跟买秘鲁、抹酒，然后跟打电动，因为他反正想说明天就要死了，他就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，然后去冲着去快要被僵尸咬死的危险，卖一打的抹酒，然后回到家一边喝抹酒一边打电动。他觉得反正明天就要世界末日，其实是不是也不错？因为他觉得他被生活捆绑太久了。他被生活捆绑那么久的时候，你看连那种最基础的像打电动，他都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完成，他家里都乱七八糟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对我感触很深。因为老师说还没有认真想出来，所以应该只好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答案。我可能也会先把我可能把家里整理好，然后上浮剩洗猴洗衣服。对，太久没洗衣服了。洗羊毛毡，对，洗羊毛毡也可以啊，可以做个羊毛毡，做个北极熊。
对，所以在北极熊，反正很快就要世界末日了，这样子。好了，这个答案就是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某种的哈。谢谢老师，快乐，好玩吧？对。好，那我来问一些严肃的题目，对不对？老师，这个其实又非常多改后上，其实大概作品还没有在一些，并没有正式贩卖，主要是课程。其实本身上已经非常改模涵。问一下老师，有没有什么学员给你很印象深刻的回馈？我觉得在每一次跟学生互动都是很特别的经验。突然因为主持人提到，我特别想到了我在一个学员当中，他有一次来上课，他就是来做他的爱犬。那他在做爱犬的时候，他就娓娓道来嘛，他就说他就是对不起他，然后呢，他就是也是很爱他，然后谢谢他。他说怎么了？因为他的爱犬生病了。那在这个过程，我印象就是很深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因为后来我知道说，他是因为自己也是癌末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去在那段期间给这一个他的最爱的宠物，那可能得到最好的照顾，那导致说他可能对他还是会有一些想说的话，那反而是做完羊毛毡之后，他可以跟作品之间去跟他道谢，然后也跟他感谢他陪伴他。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看到说，其实手作当中他开启了他跟他内在，以及他有一些遗憾，他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，然后去跟一个可能很久没有办法对话的对象，然后产生一个连结，甚至是他可以去，他后来就也有提到，就是会将这些作品，然后再就义卖的方式，然后就可以让更多人，就是也因为他狗狗的生命的过程，然后可以给予这个环境有正向的回馈，等于就是可以再来做一些公益啊。如果它是跟狗狗议题相关的，那它就可以像是去资助流浪犬，去帮助那一些相关类型的动物。对，所以听老师这样傅颖雄，其实做羊毛毡是一个，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个工具。我的意思是抒发很多事情，探索很多事情，它其实是一个策略，是一个方式，是一个手段，一个方法。对，我觉得是一个方法跟手段。所以投给安优改修团，其实你真的想做是这个手段背后想带给自己，没错，另外的不管是疗愈或是对话或是救赎的另外一个事情。没错，节目的追妹，老师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是不是有很多报名的一些资讯，或是未来规划的一些讯息？这部分其实我们有 FB 上面可以只要打环毛毡，都可以搜寻到我们。那我们也有官方网站，对。那一些课程，像是我们预计可能明年都还会有一些跟环境，像种树相关的，还有像特有种相关的原生特有种，就是这一些关怀动物的，甚至像刚刚有提到的，透过手作自我对话的那一些相关的课程，我们后续会陆陆续续的也会再更新上来，因为那些都是一个比较新的，在未来就会更新在官网跟 FB 上面。那如果要上课也是在那里报名吗？对，在上面就可以。老师，像上课地点在桃园，桃园什么？工作室是在桃园市政府附近。对。那有时候我们的公益活动会顺着刚好有一些因缘，刚好有人有场地赞助啊。对，那我们就可以配合这一些因缘，就会办在不同的地方。对，那主要自己的工作室就是在桃园市政府那边，有我们自己就是有一个做的小空间。对，好。相信今每届乡亲朋友谈到欣赏傅颖雄嘅故事吼，其实得到某强嘅收获，也有某强嘅感动，非常希望欣赏得到两篇。下次有机会再邀请老师。好，让请你所有嘅乡亲朋友3年下來你都做認同的哦。校群復習類節目嘅鄉親朋友，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嘅傾站哦，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，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